大家好，我係東非恩物。恩物個名咧就係提醒我係活喺甜甜蜜蜜嘅恩典嘅裏邊。我係2018年被沙浸差派出去東非工場，好多謝沙浸嘅支持，亦都好感恩神嘅恩典，讓我平平安安翻嚟述職。原來非洲人咧都係好熱情，佢哋好中意款待啦，好當我係屋企人一樣。我述職同埋進修嘅期間咧，咁我進修咗臨床牧關啊。咁喺呢個課程，我學習到我可以放低一啲好想幫人解決問題嘅模式。咁喺呢幾年嘅工場服侍，我陪伴當地人走過唔同嘅苦難同埋佢哋嘅痛苦，發現裏邊都好多張力啦，好多嘅無力感啦。但係福音卻係可以喺心靈關顧啦、同理聆聽啦，同埋安慰嘅裏邊去陪伴佢哋去行過，而讓佢哋一齊去經歷耶穌基督。呢一個咧係最大嘅力量，亦都咧讓我有更大嘅承載力。可以咧去服侍牧關嘅實習期間咧，唔單止讓我個人嘅生命成長啦，更加之咧讓我可以處理到我自己個人啦，同埋同家人嘅關係，讓神去繼續嘅陶造我，可以行呢條宣教路。點樣可以一齊參與一同見證擴展神嘅國呢？邀請你成為後方支援工場嘅團隊，因為將會喺3月1號飛返東非工場，為期2年，而喺當中，我將要面對更大嘅挑戰同埋屬靈爭戰，好需要大家一齊去禱告，去支持我同埋工場。鼓勵你掃呢個 QR code，有實際嘅回應去支持恩物。可以嘅就收代禱信啦，亦都可以參與教會嘅祈禱會，甚至乎我都歡迎你哋嚟探我㗎。